只要监察院存在的一天，总统就有责任要提名立法院也有责任要行使同意权。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都算是违宪。因此今天蔡英文总统基于宪法的要求，将名单送到立法院来，不分朝野也都有责任进行实质的审查。如果国民党现在已经同意来废除监察院的话，那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共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大家进行实质的审查，然后共同修宪，把考监两院给废除掉。我想这个才是一个进步的做法。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废掉，然后只是进行抗争的话，我相信国人应该也不会支持。那至于监察院院长的被提名人陈菊、陈前秘书长，其实在进行审查的时候，就可以针对陈菊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提出来质询。那我也相信陈菊一定有能力给予一个非常好的答复。那如果说不针对这个陈菊来进行实质的审查，而只是说他在高雄市市长期间有多少的纠正案不够公正客观，因为陈菊市长在高雄市主政总共有12年，合并前4年，合并后8年，总共有12年。那这12年呢，大家如果去看看台北市，从郝龙斌市长跟现在的柯文哲市长，或者是新北市朱立伦市长，以及之前的周锡伟市长，去看看这12年3个市政府期间，哪一个市政府被纠正的案子比较多，你就不难看出，其实在北高3个城市里面，高雄市陈菊市长所主政的时候，被监察院纠正的案件是最少的，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因此呢，我举这个例子，举这个数目来讲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，如果委员对陈菊有任何的意见的话，可以在质询的时候、审查的时候提出质询因为陈菊市长早期从事民主运动，也曾经被关进黑牢，对人权的坚持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退缩。他也担任过台湾人权基金会的这个理事长，对台湾的人权其实是用心非常非常的多，贡献也非常大。这个时候呢，被提名为监察院来负责人权委员会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当的。我还是要讲那一句，进入实质的审查，然后呢，针对每一个委员想要知道的部分来提出质询。我相信陈菊被提名人一定有办法好好来答复。总统咧，国际嘅代志咧讲一下无？国际嘅代志啊。咱们问出来再跟大家说。我们这边请我们看一下间。那这个呢是我们呢现在充填的窗口的部分哈。那这个充填区里面呢，我们现在这一台呢是我们德国进口的。那我们呢为什么要用真空的呢？因为我们里面呢才不会有空气进去，有可能造成我们食品的氧化，然后以及呢细菌的滋生这样子。好的。到你这边来了。慢慢跑过来，我们这边先放。来，副总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哈。这里呢，这是我们的烘塑区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里面呢，现在总共有37台烘塑。那我们有分大台跟小台的。好，那我们大台的就可以放6台，这个香肠车，大台的烘塑可以放6台进去，那小台可以放2台。那我们也是每一天呢，我们就是烘塑，就是烘干，烘塑。对，因为我们香肠放完之后要先把它稍微搓熟，所以才可以放到比较熟一点。黑小白香肠，上盖赞，黑小白香肠，上盖赞。